宪法法定进前选举代理老师年资特殊的制度有差别待遇，这是违宪哦。今仔有代理教师团体就出面指控讲，虽然新制度8月要实施，也毋过一寡证明文件是真歹摕到。立委佮监察委员嘛呼吁地方政府着爱落实新的制度，来保障代理教师的权益。提手板呼吁教育单位重视代理教师年资特殊的权利，因为宪法法定去年宣告代理教师年资特殊的制度有差别待遇是违宪。教育部应该对今年8月开始要求地方政府落实特殊的办法。代理教师的团体伫立委的陪同之下，出面控诉真侪代理教师反映，特殊是面对真侪阻碍。大部分的代理教师反映跟我说，是大部分人事主任都很乐见这个东西，也很愿意协助他们，但是有少部分的人事主任是非常的不友善的，也不把资讯讲清楚。依法让各合格代理教师能够补足过去的年资，加以续薪，善待老师就是我们教育的希望。团体表示，亲像拄到捌服务的事效倒去，证明的物件真歹得到，也是人事的管道处理的态度差真济，甚至佮甲因考试等等情形。对此，长期关注这个议题，敢为呼吁地方政府落实新制。相关的服务证明，或者是学校倒了，万一找不到人去提供这些资料的时候，要怎么办？那这边其实是需要教育部要统一来做处理。监委认为，地方政府应该重视教育，把资源投入去内底。因那教育部已经按照释宪案制定特殊的规定，佮要加强甲地方教育单位的沟通，解决特殊顶面的真济障碍。高市新闻采访报道。